大家看清楚，这是你们的卖身契。好像真的是卖身契，怎么在他手里啊？不知道啊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是卖艺，但人是自由的。自由的。不卖身，只献艺。那还会有人光顾吗？确实，今后前途未卜，所以小范大人才让大家去留随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请。真走呀！我走。把这么多的东西走。小范大人可以命令我们留下来的，根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做选择。我们的命别人来定，早都习惯了。他说，他不喜欢。小范大人还说，你们的命应该自己定。我想留下来试试。好，欢迎桑文姑娘加入抱月楼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愿意相信小范大人。我也想留下。鸡毛掸子，太香囊了！来下来，鸡毛掸子。大人，这看着不对啊！堵我呢，要不咱绕路吧？继续往前，人都来了，就不躲了。好嘞。来看看啦，上！里边的人给我滚出来！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，不是国公就是王侯。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，不是国公就是王侯。勋将子弟啊，勋贵子弟吧？想必也有将门之后吧？这也对，哎，但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咱不好动手啊。这几个啊，不敢出来，我都给您记着。不如咱回头啊，私底下再一个个的打他们的黑棍啊，只要不露脸，到时候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有道理。不过今儿啊，我还就想露个脸。你就是范闲啊！听说抱月楼是被你小子给接下来的，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？你知道抱月楼是谁的产业吗？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，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，识相点，把楼给还回来。小爷我饶你一命啊！三皇子，我猜猜，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？这是想把抱月楼抢回来，在皇子面前长个脸。哼！你笑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害他？
吓唬谁呢？把楼交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交这楼，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。不信。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呀？哟，兄弟们，上！两个，哟，三，干！那几个小家伙还真敢动犯钱。从小养尊处优，到这个年纪都没个倾注。那咱们该好好准备准备，看看怎么借此机会针对犯钱。他不是一直想要个公道吗？那咱们就给他个公道。去趟叶府，找叶灵儿，就说我禁足在家，不便出门，劳他大驾，亲自来见我一面。人家未必会来吧？就说是我与范闲的争斗，他会来的。这叶姑娘跟郡主走得近，跟范闲关系也不错，要斗范闲，她不可能吧？来点人，搬梯子。大反！检察大人，路上来迟。这些人都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这些个家中长辈都是朝中。您确定你认识？属下眼花了。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！这些个家伙，他们身份不明，当街阻拦提私车驾，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抓了？听你的。押回去。是。你们敢抓小爷，请去把门抄斩！各位，行行好，少说两句吧。大人，真抓呀？抓呀。然后呢？然后从他们身上搜些银子，把这店家给我赔了。臭崽子，下手没轻没重。咱家大人，胜吧，闲吧，去吧。这应该是2殿下的手笔啊，逼着您跟3殿下翻脸呢。我知道，咱不上当，回一处。好嘞，把严书交出来，驾！王继年，哎，在呢，大人。不去一处了，进宫。不是大人，咱不是说咱们不上当吗？退一步越想越气，忍不了。他在上面干嘛？不知道。他平时都这么接待客人吗？不是。那我也要上面。不一定。殿下说，也可以不用。
谢谢你能来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随意。你为什么坐这儿啊？如果我说我跟范闲都是误会，你信吗？你们都闹成那样了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。那你跟他说呀，找我来做什么？他不一定会来，误会太深。其实我对他从来没有阴谋诡计，不信你看我眼睛，我以皇族的尊严发誓，我能不能问一句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被逼无奈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谁这么有本事，敢逼皇子？陛下，我想远离纷争，他不让啊，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，13岁封我为王，15岁旁听朝政，他不让我离开京都，给我机会结交群臣，广结党羽。你让太子怎么想？说我不想争太子心吗？我只能够一步步的往下走，到现在，如果想回头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！这种话大逆不道，所以在屋顶上说，没人听得见。你怕别人听见，干嘛要跟我说？你我婚约在身，既然无法反抗，这后半生你我二人就是命同一体。如果这世上一定要找一个人敞开心扉，应该就是你啊。现在你应该相信，其实我对范闲没恶意。等，我有点乱。你跟你的未婚妻敞开心扉，是为了证明你和范闲之间的误会？这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呀？如今我在禁足，怕是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愿意见我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请你替我送一份奏表入宫。什么奏表？为国举贤。举谁？范闲。接着说，监察院最新消息，各府子弟当街拦截范闲车驾，范闲出手击伤3人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关在一处。这是多大点的事儿，你就跑朕这儿来了？不是，到陛下这儿来躲清闲来了。陛下不知啊，现在各位国公都在监察院门口找我放人呢。所以你躲进宫了。现在京都城内外只有陛下这儿最清闲。你躲什么呀？陛下，
您那可是火药啊！是。我问你，你们一处是不是不想放人？回陛下，抓人的是范闲，要想放人的话，也得找范闲才行。你们找范闲啊？范闲现在也躲在宫里。跪下！你是抱月楼东家？范思哲才是大东家。哦，那就是有你了。范思哲说赚钱。范思哲说让你吃屎，你吃不吃？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。你怎么还替孩子说话呢？哪儿帮啊？你还敢鼓动各家子弟当街给我来人去？这没有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有没有？真没有。行，不说实话是吧？来人，去把我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。娘，来人真不是我干的。刘一，小消气，殿下不至于这么糊涂。哎，你说你们几个也是，看把我柳姨气成什么样了，还在这钓鱼，让你拿藤条赶紧拿去啊！啊！我让你不说实话，说不说啊？疼，不说是吧？哎呦，说不说？娘，哎呦，哎呦，说不说？娘别打！臭小子，整天柳姨消消气，看你还跑不跑？跑不跑？让你跑！让你跑！打死你！柳姨歇一歇。臭小子，叫你不听话。柳姨，喝口茶吧。真不是我，娘。臭小子！哎呦，别打！你先等会儿，等我打完他的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说不说？娘，我真没有。柳姨，您要不还是钓会儿鱼吧？下人们都看着呢。我管他上人下人呢，钓鱼是解闷儿，我抽他也是解闷儿。说不说？还说没有？还说没有？真没有啊！哎呀，臭小子！别打了，娘！哎呀！哦，动藤条了，真打了。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晚了。嗯，打完了，这么快？最后还是范闲给拦下了。无趣，无趣呀！没有热闹可看了。朕想问，为什么宫里的事儿总是你比朕先知道呢？因为监察院就是陛下的耳目。看来赖明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监察院已经做大，无人能管了。说的没错，有道理。请陛下三思。三思？你总让朕三思。思什么？赖明成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因为他是被陛下杖毙的。如果他说的都是对的话，你可真敢说。老臣忠心耿耿，知无不言。你就不怕有一天你和赖明成是一个下场吗？为国捐躯，不惧一死。得了吧，不惧死。刚才你躲什么呀？陛下，这死亦有轻重之分。朕看最没轻重。这孩子嘴真硬。消消气啊！哎，这怎么拿走了？我还没打完呢。哎，刘毅，我觉得那群混小子拦路的事儿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这就是有人借机使坏，想让我和柳姨不痛快。以后少往宫外跑，听见没有？哦，贤儿，以后啊，你帮我多照应着。
要论亲戚，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。刘姨别这么说，殿下是皇子，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。叫人，大表哥。孩子瞧着真喜庆。堵你的可都有些家世啊。是，府上都有爵位。你都给抓了？都抓了。那可得罪不少人啊。不怕。傻孩子能不怕吗？官场就是人情世故。唉，陛下要我做孤臣，我也只好铁面无私了。别出去瞎传话，听见没有？不敢。你也是，什么都敢说呢。外面不说，柳姨不是外人。这也真是难为你了。柳姨，这几日千万别让他出门，就怕别人还在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盯着，绝对不让他出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急，再多说一句啊，毕竟你是这孩子大表哥，还沾着亲呢。没事多来看看他，也替我管教管教。这瞧着不顺眼就直接打，怎么打都行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啊，我意思，表哥你以后常来啊。行了，打也打了，教训也记住了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抱月楼还去吗？不去了，我那是被骗的。那抱月楼以后是表哥的。柳姨，那我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宫里送来了一些酸酪，你不是爱吃吗？我差人给你送到府上去。酸酪浓郁可口，柳姨有心了。留下吃个饭再走吧。别了，一堆国公等着呢。贤儿，那你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多谢刘姨。贤儿，慢点啊。唉，以后常走动吧。跟大表哥，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。老二都禁足了。我跟你说，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，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。这次抱月楼的事儿，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挖坑。这皇宫大内险过深渊绝境，其实娘不希望你留在京都的。你能明白吗？娘，我明白。刚才娘是不是打疼你了啊？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。不疼。这不疼哪能记得住啊？来人，赶紧给我来人，把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，快点儿！听见没有？把我的藤条拿过来，快点儿！臭小子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打到你记住，听见没有？回来！气死我！陛下，叶家上的奏书，先给院长看看。不合规矩，你破坏的规矩还少啊！陛下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这是叶家和二殿下联名上奏，陛下。范闲继承庄墨涵书籍，文才经世，他们推荐范闲作为这届春闱的考官。对这个推荐信你怎么看？二殿下可是真聪明啊！刚刚进族就跟叶家联名上奏啊！叶家什么底呀？叶流云大宗师啊！这联名上奏，日后二殿下依然前途光明。他们的婚约是朕赐的，他再聪明也是陛下给的。你就看出这些？还有，二殿下跟范闲争斗之后，马上上奏举贤，
让老臣感动。不谈人事，谈什么呀？朕在想，像范闲这个年纪，能主持春闱吗？你这是什么嘴脸？陛下，老臣不好说。刚才陛下说不要谈人，范闲恰恰是个人呐。春闱如此重要，老臣不敢僭越，一切还要听陛下定夺。陈院长说话还是那么的滴水不漏。老臣毕竟忠心耿耿。真诚啊！황公子，황公子，陛下口谕。这么巧，我刚准备走，陛下什么吩咐？陛下有旨，春闱将至，范闲兼任四品居中郎。此次春闱监督胡明抄录。恭喜小范大人，这一届学子该称呼大人一句作诗。居中郎，这官名有点意思，陛下先取的？哪能啊？居中郎自古便有。那侯公公觉得这朝堂之中，我该居中吗？老奴哪懂这些呀？居不居中，不都得靠着陛下吗？多谢侯公公提醒。哎呦，严重了，哪招提醒啊？随便乱说。哎呀，您看我这也没带些碎银。哎呦，您可别开这个玩笑，不合适。再说我也不敢呢，是吧？口谕传到了。我回去伺候着了。他头在动，明明看着我呢。哥，你回来啦！少爷，哎呀，不用跟我行礼。哎，回头跟你娘说一声，明天菜做的清淡点啊。好的，少爷。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是不是下不去手啊？缝好了。缝好了？哥包扎好啦。这精神挺好的，缝得不错呀。好歹也是看了这么多医书呢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那个哥罗芳效果真不错，全程都没醒。你就不害怕？还行吧。没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烤了吃呗。有道理，不过你这心态啊，更适合当兽医。不会，跟人看病不会这么想。是吧？学医啊，不光是胆大，还得心细手稳。我该怎么做？哎，捏着，放平，抬高。你头发里藏了这么多针啊？这不显得发量多吗？有道理。别什么都有道理。稳住，不许让它掉下来。然后呢？
你别说，这手还真挺稳的。然后就是学会在运动中保持平衡。首先呢，就得走起来。练到后来啊，不管是正着走、倒着走、前后左右、东南西北，哪怕是蒙上眼睛，它都不能掉。你哥我当年练这个的时候啊，老师说。然后呢？你是第一次练这个？对呀，手这么稳吗？是不是很有形意的天赋？算是吧。哥以前也练过，练过。也跟我一样可以挑着针走来走去。差不多吧。啊，那个若，这不用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啊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一些皮毛、最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。学医呢，还是得多读医书，五脏六腑的位置啊，人体穴位啊，都得记牢。然后呢，就是找一个水果。水果？对，拿着水果，不停地割开再缝上，割开再缝上，不停地练习，不光练手稳，也练心细。我记着了，现在要练吗？不急于这一时，咱们今天先到这儿。那我先走啦。哦，哥，我差点要智商盆地了。啊？嫂子要找你。来啦。你猜到我会晚上来？范大人，你来我这儿，晚上比白天多。你这话说的，显得我不像好人啊。勋贵子弟拦路打人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这应该是二哥暗中推动。我知道，都是被他当枪使。那些少年，你该打就打，该训就训，陛下撑腰，那些国公勋贵不敢怎么样。大不了你打完了，我再登门赔罪，好歹有个郡主的身份，他们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。婉儿，咱俩真是珠联璧合。兰人事件瞧着凶险，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。若是二哥真想报复，手段绝非如此浅显。所以你觉得这只是表面的报复，让你安心，觉得他计穷于此。而真正的杀招，暗藏其后。春闱监考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我记得上一次提到这件事儿的，也是他。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，春闱就是最好的舞台。春闱科举是全天下文人学子的盛宴，所有寒窗苦读，所有披星戴月，一切辛苦煎熬，都是为了这个鲤鱼画龙、平步青云的机会。未来这段日子，天下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京都，所有希望和绝望都会在此上演。你我天生就应该是夫妻啊！所思所想如出一辙，这不是天生的姻缘是什么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春闱之后就是大婚，大婚之后我掌管那股财权，要想阻拦我，就只有春闱了。你有应对了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李承泽落子。那你千万小心。不过，斗输了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咱们弃官不做，游荡天下。反正有你就行。别动手动脚的，羞坏了。那话说回来，我这看了半天了。你绣了个什么呀？鸳鸯戏水。这是鸳鸯。其实真的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别找补了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以前学这个吧，就喜欢绣花草玩石。不喜欢绣活物，
现在要学，确实太难了。那就不学了。来，喝水。这是要送你的，不绣鸳鸯说不过去。送我？成亲的规矩。怎么还有这种规矩？不成文的习惯，这不显得大家闺秀吗？那你以前没练？以前觉得自个儿活不到成亲。快了，春闱忙完，就该成亲了。到时候一定绣成鸳鸯。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喜欢绣活物啊？帕子里的东西绣得再好，终究是死的，就好像被困在里面了。我从小被关在宫里，染着病，无处可去，看见他们，就想到自己，心里别扭。没事啦，现在有你啦。我在儋州长大，儋州是个港口，每天都有很多的船来来往往。等到日落的时候，海上的飞鸟随风起落，放眼望去，全是生机勃勃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。其实，我都没有离开过京都。成亲之后，我带你去看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等到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是麻烦的时候，我要带你看遍天下的美景。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掌柜的，有空房了吗？我昨天来时客满，小二说让我今天一早过来碰碰运气。您稍等。史公子啊，正是史产力。您运气可真好，刚有客人离开，正好空下一处，四人合住。哦，不瞒公子，春闱就在眼前，现在在京都城内想找个住处，那可真不容易。四人合住虽是喧闹些，但房钱可便宜多了。公子也是来参加春闱的吧？啊，那肯定是。既是考生，能否看下官府发的文书？不是针对公子，春闱将至，京都管得甚严，我们呀要仔细记下细节。回头啊，府衙要来查看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掌柜啊，有没有更便宜的？还要便宜啊？不跟人住也行。不跟人，没有这种房间。那有没有，比如说，你给我钱的那种？啊，掌柜别误会，我是说，我可以替您打扫院落，又或是端茶倒水，这工钱抵了这房钱。抱歉，石公子，小店人手够了。我先说说这个，当年乡试，他排在我后面很远，哪知道会试的时候啊，他就一举成名。石公子是不是有些拮据？不瞒掌柜，春闱啊，太费钱了。那倒是有一条门路。掌柜请讲。有一位大人主持本次春闱，石公子若是能找到他，或许
能帮你一把。主持春闱是哪位大人？范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听闻范大人适才经世，别人都是惊讶，可在下不这么认为。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绝非凡俗可比。你谁呀？大人，我贺宗纬啊，咱们见过。贺宗纬，有点印象。京都府衙上，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，是不是你？大人，那都是国家逼迫我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跪了，我只能假意迎合，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耻啊，大人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行了行了啊，咱起来说，来。谢谢王大人。那你说你是贺宗纬，但这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哎，这相由心生，如今摆脱了郭家，心系一高远，这整得豁达了一些。照你这么说，全赖郭家，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啊，大人。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，就想着有朝一日报与大人，为国除奸呢。那怎么也没报啊？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？这郭攸之都入狱了，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，这一切都要感谢大人。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！可别，你看着比我老，精神上的父母。你这认亲来的？在下一生所学，都是为了献于庆国，献于陛下，献于大。站住！参加春闱的吧？正是。找我干嘛？拜师啊！大人才华经世，又是贺某的再生父母，我等读书人就是为了忠孝节义。若贺某不来拜师，这天理难容啊！知道我是考官了是吧？绝对不是大人。大人，贺某是真的敬仰大人。大人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重礼义廉耻。若非大人换了旁人，我这说什么我也跪不下去啊！那你倒是站着说呀！我就跪着说，贺某一片赤诚，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？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，为义父尽孝。这刚才还拜师呢，这会儿都义父了。义父，孩儿飘零半生，孤苦无依，还望义父成全孩儿。大人，赶紧起来！大人，一处刚送过来的密报，您还记得史家镇吗？当然记得，全镇被灭口那个。现在有活口了。石产地。史家镇被烧之前，他就来进京赶考了，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唯一留下来的活口。昨天到了京都，看规矩呢，学子入住客栈，需要核实身份。邓子岳得着信儿，立刻就递过来。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唯一的活口，还来到了京都。人住在京都客栈。殿下，我去一趟。你去干嘛？杀个学子，探囊取物一番。杀学子干嘛？不灭口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。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。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。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活口，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。那更不能杀了。你都知道了，监察院能不知道吗？就让他去查。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
到底是谁放的？人在哪儿？同福客栈，一处啊，已经悄悄地把那儿给围了，以防别人暗中动手。邓子越做事还是仔细。等会儿，什么客栈？同福客栈呢？掌柜的贵姓啊？同福客栈，姓童吧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吧。大人要想要个女的，我也可以给您想办法弄。边儿去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你可以走了。义父，闭嘴！读书人该有风骨。孩儿我趋炎附势，蝇营狗苟。贺宗纬，今日我不打你出去，就已经算是心软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孩儿是真的敬仰你。滚！哎，孩儿先行告退。这是来投教您呢。我还是要脸的，这样的人我可不敢收。但愿天下读书人，不都是这般货色？这般货色呀，也是少见的。少年人总是昂扬的多。但愿吧。老王，咱们一会儿去一趟同福客栈，啊，见一见那位唯一的活口。史家镇上上下下无数冤魂，能否沉冤得雪，就看他了。读书人不能做狗，也不该做狗。话都是好说，可人难做。酸辣，好喝的酸辣。留步，改日再聚。改日再续，改日再续。范公子来了，借一步说话。大人，石产明住上？正是，住的4人间，同屋还有3位考生，这是姓名。杨万里、程嘉林、侯继常，家事正在核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还有大人，这是石产力入住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，请观望。这都查了，未雨绸缪嘛，万一大人用得上。还喝酒了？与3位考生相谈甚欢，喝了几杯，酒量倒是一般。这会儿人不在客栈？是，人正在考院。离考试还有那么多天，这会儿去考院做什么？在砌墙。砌墙？用点心啊！来，轻拿轻放。慢点，好嘞。后边行，别碰坏了啊！慢点啊！大人请看，这些都是参加今年春闱的考生。那边过来2个。他们这干嘛呢？帮礼部翻修考院。翻修考院？那不是工匠的活吗？怎么让学子干？是。礼部尚书郭征郭大人提议的，说是学子众多，家境不好，京都物价甚高，贫寒学子活得艰难。所以说，这工钱与其让工匠赚，不如让学子赚。正是，自愿参加，既可以提前感受考院的堂皇气象，又可以挣些银两维持生计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位尚书还蛮体恤民情的。大人，那位就是郭尚书。这郭大人还亲力亲为啊！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呢？卡那儿了。
实啊，专修考院既是公也是德，自然是要抛香留念。朝中某些大人确实有此雅趣，有点意思。那大人，咱回遗书，咱也画一个。石场丽呢？哦，那就是石场丽。他这也是画像呢？这没看着有画师啊。部位倒是不严。部位自然护的是尚书大人，没人在乎这些学子。里边再过来2个人。贺宗纬，想不想入官场啊？若能出人头地，你可愿以身犯险啊？敢问阁下是？大家都小心点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大人。李兄，阁下是？史兄把我忘了，咱们见过的呀。咱们见过吗？史兄是不是住在同福客栈？那倒是，4人同住。没错。家在边境，史家镇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你跟我说的呀。我跟你说过啊。那天醉酒，咱们聊过几句。啊。那晚有兄台吗？在茅房的时候。哦，那晚我喝多了，没记事儿。史兄这是手头拮据啊，确实不太富裕，同病相怜啊。侯继承，兄台是姓甚名？史兄啊。这位是史兄朋友啊，都住在同福客栈，之前见过一面。史兄，你不介绍一下？哦，这位是我同屋的侯兄，侯继承。侯兄好，在下姓范。范兄好，同住一家客栈便是缘分。我是不是打扰到2位谈兴了？啊，那倒没有。就是刚才看见史兄一直握着手里的青砖在那发呆，不知为何呀？我也看见了。史兄啊，我来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大老远就看着你坐在那儿盯着2块砖一动不动。郭尚书就在那儿看着，就算是累了，也要装出辛劳的模样才好啊。啊，我倒是不累，就是砖啊很奇怪。啊？砖怎么奇怪了？你看啊，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，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。所以呢，新砖，旧砖，听出来吗？这旧砖听着像敲铁。铁，这是上好的金砖，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，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，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。哎，还有你们看，这拆下来的柱子，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。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木头，太普通了，极为普通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礼部翻新考院，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？史兄如何懂得这些？啊，我家乡都有行商，这些我都亲眼见过，绝看不走眼。师兄，此话切不可再讲。为何呀？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。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，免得他被人骗了。此事与你我无关，最好视而不见。可是，相信我。你们2个，哎，为何视而不见？以次充好，说没有贪官作祟。我等读书之人，明德之理，怎可视若无睹？小声些。别见怪了，他俩老这样。你堵得住我的嘴，你堵不住天下这妖无辜。算我求你了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大兄，喝水，多谢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泉州杨万里，
在家乡颇有名望，乡试名列前茅。我等4人啊，杨兄才学最高。杨兄，幸会，幸会。我这就去。你少读些书吧。就算是告发，我们的话谁会听啊？听说小范大人现在你认识小范大人吗？我可以认识。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们2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？郭尚书。人家2人共同掌理春闱，要是早有往来，又当如何？我明白你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忍了，莫再提这件事了。如果这都能忍，那读书何用啊？就算要管，也不是现在。那是何时？杨兄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园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那你现在做官了吗？没有。要管闲事，就认到我们也是官。读书人何至于此？因为都是这般。告辞。哎，杨兄，杨兄，明明是个书生，跟个莽夫似的。哎，老兄，你刚才说这来这做工也是为了做官，何意啊？啊，没有，生活拮据，赚些吃饭钱罢了。除了钱财，侯兄在来之前还交代过我们这其中的关键。师兄，无妨，师兄都是学子，是懂得分享。侯兄说了，咱们来做工，不仅仅是赚钱，也是为了露脸。露脸？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。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，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。记住名字？范兄，你看，这么多考试的学子，若能被记住名字，就等于留下了印象。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，说不定就能多看一眼。还是侯兄想的长远。如若不然，我们这些人哪有机会上榜啊？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？才学没有用，我们身份低微。这跟身份有何关系？范兄有所不知啊，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？怕是成千上万吧。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。届向满试传言，朝中大员挑几个，宫中定几个，太学再选几个，然后再选些名士，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的？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。那些有钱有背景的，先拜山边，一睹头效，将来都是同僚，那些大人物自然要提拔自家门生。那有什么用啊？到了考场上，不还是拼才学吗？有人关照，胜过文思泉涌。依你所言，这科举春闱，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？杨兄慎言呐，小心身家性命啊！范兄也是啊，听过就好，别惹祸上身。考前内定，考场如过场，这不就是舞弊吗？本来就是。小声些。可我也在想，若真如此，为何无人告发呀？告谁啊？那堂上的不也是官吗？那公平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公平啊！哪有这种东西？若没了公平，这春闱不就是场笑话？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，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？程嘉林呢？啊，问萧史料呢？我叮嘱过他了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想想啊，是真没意思。干活去了。师兄，谨言慎行。范兄，啊，
帮个忙呀？侯队长，哎，这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搬了这么多趟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辛苦了。要不歇会儿，一上午看你没喝水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好，应该的啊。不用吗？行吧，我再帮你多搬几趟。走。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要不要？不用了，够了。哎，樊兄，来，吃个饼，哎，你自己吃啊。那行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好嘞，多谢啊。哎。小范大人，郭尚书认得我。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。那个，这次春闱，郭尚书才是主官，可别喊我大人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，他日必将一飞冲天。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？路过，也想见见郭尚书。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。快走！不必辛苦。顾尚书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请讲。这考院翻修，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太次，也都经久耐用。这么说，郭尚书都知情？要说不知道，岂不是儿笑话？这翻修考院，户部可拨了银子。那肯定的。户部不拨银子，谁敢动工啊？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应该还有些结余。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。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，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。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，立志要惩贪除奸，郭某是赞不绝口，绝不可能明知故犯。这次重修考院，没有1钱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，郭某问心无愧。小范大人如若不信，便可细查，咱们礼部配合到底。钱在账册，都在，砖木在库房，绝无缺失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郭尚书这么做，图什么呀？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，自然不能尸位素餐。咱们为官之人，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。懂了，这翻修就是实事，实事就是政绩。政绩，这词儿用的巧妙啊，以前都没听说过。政绩，还给自己画了画。证明郭某做过此事，以后也好有个纪念。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？礼部人也不少，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。逢年过节买些酒，买些肉也是应该的。您说呢？库房里的砖木呢？咱们为官清正，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，也要整修整修。用库房的砖木，绝都合规矩的，绝不违律法，都在规矩内。那肯定都在。郭尚书为官多年，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。为官清正，但也得活命不是？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？他们知道有什么用？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了，参你一笔，也是个麻烦。小范大人，刚才都说了，全都合乎规矩。再说了，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？什么意思？这次出梅啊，在这个名册上的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为何？这些学子心思狡诈，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？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？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，岂能录用啊？只
是想想也不行。读书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。正像郭某，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。若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，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。小范大人，品性最重要。就像我，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。您想做什么，我没意见，按你的来。侯继长啊，你可真能干呀！是啊，侯继长，你也太卖力了吧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那么厉害呀，侯继长？这来来回回好几千趟了吧？真厉害呀，侯继长！侯继长，来欢迎下来！侯继长，侯继长。